微笑讲客语，咪咪 cell 共合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许薇老师，又来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喽。大家又来咪咪 cell 共合法了。现代人除了忙于赚钱，也要懂得如何把辛苦赚来的钱好好规划跟利用哦。扣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之外呢，有剩下的钱会怎么处理呢？首先，我们就想到把它放到 bank 银行里面来生利息。那么到银行啊，这个银行怎么说呢？银行就是银行，利息呢叫做利息。赏利息就是给他生利息，还有人呢选择买政府的公债，就是公债、股票，还有海内外的基金就是所谓的基金。那么我们到银行去开户存款呢，银行呢刚刚说过银行哦，还有一种也可以，那就是邮偏局。再来一次来，邮偏局。也就是 post office 邮局的意思了。那么他们都有金融储汇的一些业务服务哦。通常如果你要新开户的话呢，柜台人员会跟你说哟，你要准备身份证、印章、现金。我们来看身份证怎么说呢？身份证呢叫做 ID card， 这是英文。好，我们来看客家话怎么说，叫做身份证。印章怎么说呢？印呢，这是印章。再来呢，现金叫做现金，也就是 cash， 现金。薛老师，这是您的存折。像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呢？七星上也还拿都金布，就是你的存折的意思。那您要申请金融卡吗？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呢？你要申请金融卡吗？申请也就是申请，金融卡就是金融卡，还有一种是信用卡，信用卡叫做信用卡。好了，那所有这些人去买股票的呢，都可以叫做投资人、投资人。好了，股票，买股票。哎呀，今天学了很多有关这些话喽。许薇呢，希望大家冲开钱，大家都赚钱哦。不过呢，投资也要特别小心咯，以免得不偿失了。安志生，再见哦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